你能力不错。那这样，给你3天时间，你出几个方案给我挑。小苏啊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，一个美丽的小岛。岛上呢有一个小学，小学里面有小孙老师，还有可爱的孩子们。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，你资助的孩子们。给你介绍一下啊，看这个。这个呢叫小美，这个是小孙老师跟豆豆，这个叫山娃。小孙老师好年轻，好帅气哦。可是山娃为什么这么黑啊？天天山上跑的晒的，抓都抓不回来。